哎，郑哥，你太神了吧？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成绩飞升的潜质，你太帅了吧！我现在佩服你五体投地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！郑哥，既然我叫你一声郑哥，那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弟啊。什么是小弟？小弟就是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是不是郑哥？咱俩真串假？哎，那陈一川是不是应该蛙跳？陈一川蛙跳。蛙跳，蛙跳，别起哄！陈一川蛙跳，你懂什么呀你？蛙跳，陈一川。这不可能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有什么问题啊？对呀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？鼠目寸光，你这就是。蒋正涵，他这个学渣，他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了，作弊了。我那天看到张怀武偷卷子给蒋正涵。哎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跟你说，那天陈一川，你要说这种话，你要负责任的。我看过你以前的成绩，你化学和语文从来就没及格过，你凭什么考进年级前100？陈一川，你凭什么就认为蒋正涵考不过呀？你想怎么样？现场出题，你只要当着大家的面把化学题做出来，我们都信你。出什么题啊？我们不跟你比啊，是吧？好啊，咱们就这样，咱们让下半场出题，让他们现在就对决，这必须要什么决呀？行了，是不是？都别说了，都先别说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对决，对决，听见没？一个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要对你们我们不跟你比。那你说什么呢？夏林熙，你最好别包庇他，我是看得出来的。听见没？哎，小曼，你快说说他呀！哎呀，你。小曼，你看夏姐出的这道题难吗？别问我，你自己不会看。完了，他肯定做不出来。我做对了吗？